这首歌送给所有花莲的朋友，一个像夏天，一个像秋天。给我一个荧光大海浪哦 ，Here we go。哇，好漂亮哦！耶耶，哒哒哒。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，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，我们一个像夏天，一个像秋天，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。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，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断裂，遇见一个人，然后生命全改变，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。会不会唱？如果不是你，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。就算我忙恋爱，把你冷冻结冰，你也不会恨我，只是骂我几句。哦，如果不是你，我不会确定朋友比情人更懂得倾听我的弦外之音，我的有口无心，我离不开 darling， 更离不开你。Good， 很棒哦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。就算我忙恋爱，把你冷冻结冰，你也不会恨我，只是骂我几句。哦，如果不是你，我不会确定朋友比情人更懂得倾听我的弦外之音，我的有口无心，我离不开 darling， 更离不开你。还有你们都是我的夏天，也都是我的秋天。停停停停停停，不累不累不累，不累不累不累，一起不累。唱，今晚不要睡觉。黑胡椒牛肉面，张张棍。这样太危险，飞太远，对你做鬼脸。我们飞太远，冲上云端，天空没有极限。婷婷，恭喜你，你居然要比我早结婚，一定要幸福哦。然后很欢迎你来找我度蜜月，你看这里很漂亮吧？我们准备要飞。嗨，陈婷婷，恭喜你即将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了。虽然很可惜我没有办法在年底回去参加你的婚礼，但是祝福的心意一样是不变的哦，也欢迎你来韩国找我玩。接下来迈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，也祝你们一切顺利，早生贵子喽！拜拜。嗨，陈婷婷，恭喜你跟老师要结婚啦！
件一辈子记得果汁的事哦。早生贵子，然后要幸福哦，拜拜。逆风啊，逆风反败啊！哇，为什么他是 MVP 啊？我才是 MVP 吧？哇，逆风反败哎！如果你是我的传说，让它天长地久。追梦的人，为你在等候。嗨，婷婷，相信你嫁给小强之后，每天都会很开心的。没有第二句话，嫁给他 now。是中福我行我素，我是吉安郁金香，欢迎大家收看欧贝乱共。好，今天我们接获了一组神秘的0826数字，到底里面有什么含义呢？现在让我们开放call in。好，第一通似乎是来自我们大坑的汉堡王，汉堡王，汉堡王。嘿，婷婷，恭喜你！不要再犹豫了，快点答应他吧。又有电话扣音进来了，是东海野玫瑰，野玫瑰 ，Hello， 野玫瑰，野玫瑰有听到吗？似乎收讯是不太好呢。Hello， 婷婷，赶快答应学长的求婚，一起加入人妻的行列吧。好，我们其实没有梗了，所以总归一句话就是婷婷要幸福哦。浩平，你知道曾强要求婚了吗？求婚？不然结婚了求什么婚？好球！Hello， 婷婷 ，Hello， 婷婷，好久不见，恭喜你找到属于你的如意郎君。虽然我没见过强哥，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会给你带来幸福的，嫁给他吧。Hello， 婷婷，恭喜你加入人妻的行列喽！那希望你赶快生个小宝宝，可以跟我们的宝宝一起玩，这样七仙女就会越来越热闹喽。然后就祝你幸福，一定要幸福哦！婷婷，你还记得这张2009年拍的照片吗？坐在上面的那一排，结婚的结婚，也都有小孩喽。接下来就是你了，陈婷婷，恭喜你要加入人妻的行列哦。那你要赶快怀孕，然后生一个可爱的小宝宝，我们小宝宝就可以一起玩了。恭喜！嗨，婷婷，恭喜你喽！你也即将成为幸福的人妻，你一定要过得幸福快乐哦！也赶快生个宝宝，赶快加入我们妈咪的行列，要成为漂亮的妈咪哟！祝福你幸福快乐哟！上帝，请你给我个最完美的愿望。我有一个女朋友，她的名字我不方便说。
婷婷，嫁给我好吗？好，现在又是我们街头丘比特啊！我现在要在路上找一个女生啊。这个好像不错哦。Hello， 美女。你怎么了吗？哦，你好，我是那个街头丘比特。哦，你有听过吗？好像在网络上有听过。对啊，我们就随机会在路上帮你找一个你的白马王子。哦，真的是啊。对啊。可以耽误你一下时间吗？哦，好啊，大概要多久啊？我在等人呢。可能要1个小时啊。1个小时啊？对啊。差不多啊。1个小时 OK 哦。可以啊。会不会太久？不会啦，刚好。好，那我简单问一个问题哦。嘿。你大概是喜欢怎么样类型的人？不管是外在还是内在？大概原住民吧。哦，原住民是不是？喜欢原住民，就是比较原始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比较狂野。哦，比较狂野。那有特别喜欢哪个族别的吗？太鲁阁族吧。哦，太鲁阁族。哦，还要指定要太鲁阁族的时候，哦，这有点难哦。对啊，我对太鲁阁族蛮有好感。但没关系，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会帮你找到，好吗？好啊。好。那再来就是有没有希望你的这个对象他会是做什么工作？从事教育界的吧。哦，教育界的，就感觉比较赏罚分明，就对了。对，我蛮喜欢那种感觉。哦，好。哦，看你这样蛮高的，腿还蛮长的，还有毛这样。这样不好意思啊。好，那你稍等我一下好吗？好。你在那边不要动哦，就不要动，你就站这个位置哈。好。给我10分钟，我去找看你的太鲁阁族的王子。好。景玲刚刚那个他条件都符合啊。对，你说的条件都有中。不要再犹豫了啦。对啊，要好好珍惜这个缘分哦。好啦，是不是？对，嫁给他。耶！我是花莲公主陈婷婷，我是婷婷的男仆林正强。他们在结婚前要约法3章。你有没有觉得我很美？在我心里，你永远是大正妹。你要赚大钱，带我去环游世界哦。那我们现在赚的钱，你不要乱花，才能环游世界哦。我们一起去吃遍各地美食，这样你会不会变很胖啊？很胖也还是你心目中的女神啊。对啊，我只要求你可以对我温柔，说话小声吗？你话好好说。好啦。他们在垃圾中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